他通过我了，林夕，谢谢你啊。我胃还是疼，怎么办啊？胃疼你还有时间通过人家微信？谁胃疼啊？没什么，就一个不相干的人，不重要。哦。我真的胃疼。那个林夕，要不要一起去图书馆？啊，你去吧，我报了大课，一会儿上课了。啊，好。胃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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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加上微信。哎，这玩意儿怎么用啊？小曼，小曼，干嘛？你上次送我那电炉怎么用啊？你这不废话吗？你想多了，我就是洗袜子缺了一个盆儿。哎，我先忙了，不说了，我洗袜子有点多。哦，插电。哦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林夕，干什么呢？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是阿姨突击查寝呢。煮粥呢？吃独食？啊，不是，我熬药呢。熬药？我看看。咦，林夕，你这粥都糊了。糊了？啊，那这个还能吃吗？你说呢？哎呀，我熬了那么久，糊了怎么办啊？啊，林夕，啊，这粥重心意不重口味，听我的，准没错。我是真想看看你这煮葫芦的粥，对方到底能不能喝下去啊？你不是说心意最重要吗？那你别送啊。替他收场，谢谢各位啊，先收，谢谢各位。完了，开始往这边看了。哎，放这吧，放这吧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哎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林夕，放这儿吧。林夕，你在这里啊？对啊，我上课呢，怎么了？这个是。谢谢啊。哎，这儿，这粥糊了呀！糊了，我来看看。哎，明白，弟妹送东西碰不得。不像咱们这些单身汉送的东西，这小师弟呀，弃如敝履。你看，弟妹送的东西是视如珍宝。哎呀，爱情啊，让人面目全非啊！去一边去！你还跟我有个交字儿？你不看看送的是啥？这心爱的女孩送的东西啊，它有一种恋爱的倾向，其他别的所有人送的东西啊，它都不是这个味道。